今天啊，咱们聊金兵府。金兵府这个是，反正越到灵山脚下越黑啊，然后斗争越激烈，而且这是赤裸裸的啊，各派大乱斗啊。前面讲到什么？前面我记得讲到的是奉先郡，是不是？后面是什么？奉先郡后面3年前讲的是什么？不切了，这样西游环节。对，今天就在这聊完。哦，对，咱们讲的是那个孙悟空啊，对吧？他要把自己的黑历史啊给他处理一下，马上就取经工程，马上就要对吧？宣布圆满成功了。到时候干部考察对吧？他这个黑历史不好交代，以前吃过人呐，对吧？跟那个豹子精对不对？虎头山什么啊？是跟豹子精吧？对吧？把豹子精干死了啊！今天是到金平府啊，这师徒4个人呢进了金平府，又是啊，正好这个金平府啊，在唐僧的眼里啊，他就跟大唐并无二致，就像大唐一样非常繁华。这个集市上对吧？商贸商人往来对吧？非常繁华啊，金平府。唐僧就感叹这就跟我们大唐人一样啊。后来这个他们就到了一个叫慈云寺嘛，到慈云寺去住一晚上，然后这个慈云寺的长老啊，就跟唐僧问唐僧从哪儿来，唐僧就从洞头大唐来啊，马上啊就开始吹这个洞头大唐了。这个慈云寺的长老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人呢，这个想投胎你知道吧？脱身都想脱身到中华，哎，你想想嘛，那个时候就是东升西降了啊，都已经东升西降了，就是对吧？西天的你想那人以后他们得这个脱身要脱身到中华，反正这个让我想起了佛祖啊。佛祖讲那个南赡部洲就是我们这儿，就是那个大唐人呢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要取经到大唐呢？就是又说那个地方非常差，人这个就是在是非海里面诽谤佛祖。哎，但是这个到了灵山脚下，人家那灵山脚下老百姓都是梦想着以后死了脱身投胎到中华。你说这个不是高级黑吗？对不对？跟佛祖说的不一样啊，就跟现在一样的。现在宣传我们不，我记得以前咱们不是介绍过吗？现在有很多和尚、很多道士做法事啊，你给他多给500块，他就把你超度，说以后来生啊投胎投到了美国，是吧？有这个业务吧？也不贵，就多给500就行了。他到时候超度的时候，人家来生投到了美国，你不就跟金平府是一样吗？啊，就这么一个地方啊。然后这个那长老就特别羡慕唐僧，哎呀，说你唐僧长得一表人才，你知道吗？英俊潇洒。然后他说果然啊，上邦来的人和尚这个都长得这么英俊，知道吧？后来这个让唐僧啊，这么用斋，然后唐僧说我还3徒弟在那儿呢，然后这叫人把他徒弟叫了，结果去的人叫的人又被那个孙悟空啊、猪八戒、沙僧给吓着了，说这个哎，你师傅长得那么帅，怎么你们这一个个长得跟妖怪一样的啊？后来他们跑到金平府啊，就在那儿吃，这个猪八戒呢可能饿坏了啊，就猪八戒在那儿吃啊，然后头都不抬猛吃，搞得那个大家都看猪八戒啊，主要看2个人，说大家去了这看2个人，一个是看唐僧长得好帅，都是上邦来的啊，中华来的，也说既有唐僧这样的帅哥，也有那个3个长得丑的，你看看那猪八戒，然后猪八戒就在那吃，不顾吃相，大家都看他，连那个沙僧都看不下去了，沙僧都不停的提醒这个猪八戒吃相，是吧？啊，好，然后这个唐僧啊，第2天他就要走了，他去接着问灵山离这还多远？那个和尚就说了，你这个地方是天竺的外围，就那个边缘省份啊，说离灵山啊还有2000公里，2000里吧。而他们没去过，反正听说那么远。唐僧就要赶路啊，结果那个长老就留下唐僧，说啊，正好马上就是那个元宵节吧，正月15啊，正好闪灯。这唐僧就说，哎，15了是吗？他常年在路上走，他已经忘了什么初几呀、什么节了，你知道吧？只顾着赶路，一听说哎15，那就在这多住1天2天。好，他现在的金平府那个慈云寺啊，在寺里面闪灯，在寺里面自己有灯啊，闪完之后到了正月15那正日子，那整个金平府大街上都有闪灯，而且那个它有个桥啊，那桥上有3个大缸巨型的灯，你知道吧？到了正月15那天，哎，这个长老带着唐僧啊，他们去那个金平府大街上啊，那个时候那一天就是人都上街啊，就是关灯闪灯啊。然后这个唐僧哎就闻到这个油特别香，哎就问那个长老，这个灯什么油啊？怎么这么香啊？那长老就跟他介绍，这叫苏合油啊，反正有一种特别的油吧。那个油啊非常贵，非常名贵，比黄金都贵。是那个金平府下面一个县，那个县一共240户，就是专门来供这个油，他们常年就这么炼做油啊，苏合油供这个佛灯用。然后这长老介绍啊，那说这个油啊，多少钱1两？一斤是1两油2两金，2两黄金，好像这样的，一两油卖2两黄金，
那你说那油的多贵呀？然后1斤是32两黄金，好像这么说的吧？它是1斤16两啊。然后它那个缸啊，3个缸，每个缸500斤，一共1500斤。总之，它3个缸那个油就值48000两，再加上什么损耗啊，加上什么运费啊，反正3个缸的油要5万两，5万两金子啊！哎，当时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写的那个粮跟那个《水浒》不一样啊，《西游记》里面前面交代过，那个在那个钉耙宴上面，对吧？钉耙会啊，那个妖王，对吧？那个叫豹，那个叫蓝十字金啊，让那个一个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2个人20两银子去采购2两呢，就是去采购那个钉耙宴的那个猪羊什么东西，20两能买多少头猪啊，多少头羊，对吧？所以说他那个，也就是说1两油2两银子，2两金子，非常贵啊，非常贵。然后这个唐僧就觉得好奇怪啊，这么好的油，然后他这么的油得要烧多长时间？那个长老就说了啊，这个油啊3天就是全部烧完，他就烧2天3天，然后等到就是那个等到佛祖啊大王过来，他叫佛祖大王或者叫佛爷大王，他们一过来之后，哎，把这油就灯就灭了，油就带走了，油就没了，油没了，然后只要油没了，这个地方就五谷丰登啊，就是丰收啊，就是风调雨顺。如果油还在，那今年那么就这个天收啊，就会受灾等等啊，就这意思。这个叫佛爷大王，然后唐僧就说什么佛爷大王？他说有3个佛爷大王。好，就正在聊的时候，突然那个狂风大作，佛爷大王来了，对吧？唐僧正好在桥上面，然后那个长老就说：“哎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赶紧走，佛爷大王来了。”那但是孙悟空不在，猪八戒他们可能在边上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结果这个唐僧不走啊，唐僧说：“我是拜佛的人，佛爷大王来，正好我要见见他，我拜如来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说如来佛来了，那我正好要见见他嘛，不是正好的，我就去找他呀，拜访他，取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走，他在那跪在那开始磕头。结果这个3个佛爷大王一来啊，把那油一收，顺便把唐僧就带走了。这有个人挡着我，你知道吧？挡着路了。唐僧在那桥上挡着路，你知道吧？佛爷大王很生气，走这顺便就把他带走了。带走了之后，带到那个洞里面啊，叫什么山？青龙山什么？玄阴洞，应该叫青龙山玄阴洞，跑到那儿去了，带到洞里面去了。然后就那个大王就开始问这个唐僧：“你是谁啊？什么人啊？啊，为什么挡我的路？为什么挡路？”那唐僧就讲，那唐僧马上就招待了。唐僧一到那就开始哭，你知道吧？一到就哭，然后开始交代，哎呀，说我是东头大唐的取经的，我是干啥到这儿了，对吧？完了那人一听啊，然后他就说他问题还有几个人的同伙，唐僧就说了一五一十啊，全部交代啊，说我的大徒弟啊叫孙悟空，以前大闹天宫，二徒弟猪八戒是天蓬元帅，三徒弟是对吧卷帘大将是吧？反正在那一五一十交代，有的没的都交代。那大王一听，完了，坏事了。说这个唐僧啊，这个肉啊，长生宝是听说了，早就收到风声了。唐僧毕竟在社会上已经走了10几年了，对吧？这风早就传到了，但是没想到啊，说唐僧是这样。完了之后，他这徒弟啊，孙悟空啊，对吧？厉害，所以这些人解决了个麻烦事啊。完了，这孙悟空这边呢，结果妖风一来，孙悟空就知道出问题了。完了，一看师傅不见了啊，然后他就问猪八戒，猪八戒说不知道啊，没看见，沙僧也没看见。那孙悟空就知道了，这肯定是。所以他们就回到那个慈云寺，说怎么办呢？孙悟空说我去找一找吧，这附近有什么妖，对吧？然后他就飞起来啊，结果啊就遇到什么4只公曹，对吧？4只公曹就是暗中保护唐僧的那个团队啊，4只公曹。这4只公曹就跟孙悟空说啊，这边上有个叫什么山啊，青龙山有个玄阴洞啊，那里有妖怪，把你师傅带走了。然后这个妖怪啊，他就说了，这个妖怪啊，在这常年搜刮这个油，搜刮油。啊，压榨百姓，假装佛爷，不是真的如来佛，他是假装佛爷在这儿，然后每年收他们的油5万两黄金的啊，油在那盘剥压榨百姓。哎，这个4只公曹跟以往不一样，以往就是告诉这什么妖精哪儿来头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把他打死或怎么着的。这个4只公曹他在跟那个悟空啊，好像就像那个啊中纪委巡视组人，他给他递材料的呢，给他报线索，说这个人啊，这个几个妖多坏啊，假装佛祖在这儿油。说完之后，把这油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完了，这个人盘剥百姓，把你师傅抓走了。孙悟空一听，那就赶紧去那个叫什么青龙山，这个叫什么玄阴洞啊？哎，很快他就找到了，然后在里面哎跟那个3个妖怪就打起来了。他去的时候啊，正好看见唐僧，那妖怪把唐僧脱干净了啊，在那儿做处理呢，洗白，你知道吧？洗香啊，给他洗澡、搓澡，对吧？这个搓干净，准备处理褪毛啊。结果一看见孙悟空来了，吓坏了，赶紧把他带走。把那个唐僧给他绑起来，那3个妖王跟孙悟空就打起来了。
孙悟空给三个妖王打暗，这三个妖王不差啊，有使大刀的，有用大斧子的，还有用那个什么狼牙棒的。3个人跟孙悟空一顿打，关键还小妖多啊，围着孙悟空干，打到天黑。孙悟空一看天要黑了，完了自己没占便宜啊，然后使了个法跑了，回去从长计议。这3个妖王呢，3个妖怪啊，立马回去了。回去干啥呢？安排做饭，大家都吃饭。小妖啊，他们也晚餐完了之后，给唐僧送一碗，让唐僧也是吃。就这个3个妖王啊，他就特别那个养生，就是懂得作息啊，对吧？这个到点吃饭，到点就安排吃饭。跟那个大家记得那个最早的那黑熊精吧，对吧？偷唐僧袈裟的那个观音禅寺那个黑熊精干的啊，黑熊精是到点他就要睡觉，就要吃饭。一到点，跟孙悟空说不打了，对吧？我下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到洞里把门一关，该吃吃，该睡觉睡觉。下午睡醒了出来打，都懂养生。这3个妖怪也是一样的，到点他要吃饭啊，吃完了休息，吃完了睡觉休息。晚上了，这孙悟空回到那个慈云寺之后啊，孙悟空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啊。孙悟空一看就像个96，你知道吧？就像个什么创业的啊，创业者。孙悟空到了观音禅院之后，那个叫慈云寺之后啊，那长老就问他这怎么回事，对吧？你师傅呢？孙悟空跟那个猪八戒他们说啊，我师傅在哪？在那个青龙山学阴洞。然后是孙悟空啊，把那个4只功曹跟他说的话，就跟猪八戒他们说了一遍啊，说那个3个不是什么佛祖，而是3个妖王，他们假装这个佛祖在这骗这个灯油啊、苏合油，说了一遍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就把他跟那个3个妖王打斗的这个过程啊，跟猪八戒他们一说，猪八戒就说了，这好像你是进了阴曹地府啊，都是鬼。孙悟空说不是，说依我看，说那个3个应该都是这个叫什么犀牛成的精，犀牛精啊，犀牛成的精，大的叫什么避尘、避暑、辟邪，3个精，3个犀牛。然后然后那长老就问孙悟空饿不饿？万一饿咱们弄点饭吃。孙悟空说，我这一天2天不吃饭无所谓啊，吃也行，不吃也行。你看看对待这个生活态度啊，对待身体，孙悟空都没有妖精，对吧？你看那妖精都是到点就休息，到点吃饭。孙悟空不，孙悟空说我这一天2天不吃无所谓，在这吃也行啊，完全不在乎自己身体，对吧？不爱惜身体，跟那胡一金老师一样，仗着年轻。他不好了，然后这个那个慈云寺的长老就赶紧安排饭呢，对吧？吃饭。那个孙悟空说吃完饭歇会儿，明天再去找师傅。这时候沙僧不干了，沙僧很反常啊，沙僧马上就说。猴哥啊，你还睡得着是吗？你要是就这个夜长梦多啊，这个师傅在那儿保不齐被人吃了，那咋弄啊？马上就到灵山了，师傅被吃了，咱们不是白忙了吗？10几年。然后猪八戒一听，对，这俩人啊，这俩货一改常态啊，特别积极。然后猪八戒说，你看今天晚上这个夜色多么美，对吧？月光多么诱人，正是去打妖怪的好时候，降妖除魔的好时候。你看孙悟空一听，我操，这俩人都积极，那自己不积极不合适了，就那3人去吧。啊，3个人就直接去那个玄阴洞，结果孙悟空也跟他们打3个妖王啊，结果这个八戒和沙僧还被人扣住，被人抓了。孙悟空一看不好，跑了啊。这个猪八戒和沙僧俩人被带到唐僧那儿绑一块，唐僧一看，你俩都进来了，就完了。完了，唐僧说那孙悟空呢？猪八戒说孙悟空跑了，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沙僧就说了啊，这个悟空啊在外面肯定是找人救我们去了，肯定是搬救兵去了，我们踏踏实等着吧。啊，这孙悟空啊，这孙悟空很厉害啊，他一看这个情况，他立马啊直接飞到天庭南天门啊，一到南天门就碰见了太白金星，太白金星就问他，大圣啊，你干啥去？你不陪你师傅对吧？就最后一哆嗦就到了，你往这儿跑干啥？孙悟空说别耽着事啊，不方便跟你说，我要找玉帝，直接找玉帝。太白金星拦着他啊，说你啊还是跟我说说吧，万一我能给你想个办法，免得你就是瞎跑耽误时间。那孙悟空也有道理啊，孙悟空就跟他一说遇到的事情啊，把这3个犀牛精偷这个灯油对吧？假扮菩萨，完了之后把他师傅逮了，又把他沙僧和猪八戒都抓了，来龙去脉给那个太白金星一说，太白金星冷笑几声啊，这个事啊，哎呀，说这个有人能治啊，谁能治呢？28星宿的那个什么四目琴星啊，四目琴星就是4个带目的那个飞禽，那个就是好像奎木狼说一个啊，然后什么景木案什么，反正4个带目的那个星宿，说他们这一出马，这3个犀牛精立马就歇菜，就要完蛋。但是太白金没有说，对，太白金没有跟他说，太白金只是说啊，你得找玉帝啊，找玉帝。然后他们就去了玉帝那，玉帝一听这个事啊，那就问呢，谁能去降这个3个妖怪啊？玉帝一听啊，那太白金就出主意啊，
这个28星宿里面的四目琴星可以一手到病除啊，一去妖就被他除了3个犀牛精。这个玉帝就说那就下旨啊，让这4个人来啊。孙悟空就埋怨这个说你直接告诉我啊，说这个四目琴星可以降这个3个犀牛精，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？我直接找他们，对吧？我跟他是哥们儿，对不对？那奎木狼以前不打不相识，对不对？奎木狼对吧？不是以前干过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太白金星说你不懂，对吧？不懂政治。好，孙悟空就跟这个四目琴星就去灵洞去了。到了玄阴洞啊，然后这个孙悟空也进去叫骂叫阵。这3个妖王一听，拿着武器就出来干，结果一干，这个四目琴星啊，这个景木案，这个什么奎木狼就跟那个犀牛精干起来了。另外2个星啊，他就去小妖都打死了。打死之后，这个3个犀牛精一看不好，跑了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啊，他们那2个星啊跟着后面追。然后这个还有2个星啊，他们就去洞里去救这个猪八戒和唐僧，把他们放出来。放出来之后，这个他们跟这个唐僧就问他，哎，我徒弟呢？孙悟空呢？那个这个金修啊，他说啊，你徒弟追那个犀牛精去了，我们在这儿打扫战场，把你们先救出来。好，猪八戒跟沙僧2个人啊，二话不说，把那洞里面搜了一遍，什么金银财宝，什么珠光宝玉，什么对吧？这各种那个贝壳类的啊，反正现在都属于那种法律禁止交易的啊，各种珠宝非常多，把收拾出来，打个包，完了呢，把那洞一把火烧了。然后带着他的徒对吧，还有沙僧找路走回慈恩寺啊。这时候这个2个星啊，他跟那个唐僧说，那我们去接应这个孙悟空去。他们3个人跟那个3个犀牛精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，好，他就追，他就去了。结果到东海吧，到了东海就看见那个孙悟空啊在上面啊，然后那2星就问孙悟空，孙悟空就看见他们就生气了，说刚才我们一起来追这个3个犀牛精，你跑哪儿去了，对吧？你这耍滑头啊！那2星就说了，我们是救你师傅去了，对吧？孙悟空一听，哎，有道理。然后孙悟空就说了啊，奎木狼跟那个景木案2个人下海了，那3个犀牛精到东海下海去了，然后他俩人追去了，让我在这个海面上等着，等他万一他出来啊。然后现在呢，就让那个2个星啊在海面上等着孙悟空自己下去。孙悟空一下去之后啊，正好有2个夜叉啊，他们就马上去报告这个有俩夜叉经由的就发现了犀牛精了，马上就向那个东海龙王报告啊，说这个犀牛精跑来了。然后这个2个星宿啊，还有一个孙悟空他们追来了，在追。这东海龙王一看，马上派他的儿子吧，太子叫什么魔昂，带领虾兵蟹将也去围追堵截犀牛精。然后这个孙悟空一来，一看见这个犀牛精啊，他就被他们都围住了啊，在打。孙悟空立马说抓活的，跟那魔昂说抓活的，可不能把他们搞死了，对吧？留活口啊。结果这个景木案啊，他跟那个犀牛精一打的时候，他就露出原形之后，他就一把咬住了那个叫什么辟尘的这个脖子，把辟尘脖子咬断了，还在那啃。然后这个时候魔昂就过来，赶紧说别啃了。这个孙悟空大声说要活的，你把他都啃了都已经。那2个犀牛精，一个是辟尘，一个是辟暑啊，一个是辟暑，一个辟寒，2人正在那跟那个奎木狼打啊，还有虾兵蟹将。然后就赶紧说，哎，这抓活的。好，那2个犀牛精就被抓住了啊。那俩犀牛精看也打不过啊，对吧？被抓住之后呢，这个孙悟空啊，把那个打死的那个辟尘啊，把他那犀牛角给锯下了，把他皮给剥了，把肉啊送给这东海龙王了，让他们去吃啊。那2个辟尘、辟暑和辟寒2人就被带走了啊。这时候啊，这个猪八戒、沙僧也来了啊，他们看他活捉了这两个这个王啊，猪八戒就说了啊，说我们把他带到那个金兵府去，要公开公审，要开公审大会，对吧？要开完公审大会之后，再按法律来处理他，是砍头啊，还是对吧？干什么对吧？怎么处置？那个奎木狼就说了啊，说天蓬元帅，说你果然有长进啊，居然懂法律了，开始做法律程序啊，是吧？那猪八戒一听，我啊跟着我师傅后面10几年，对吧？略知一二，我也学到了一些，要讲程序啊，要公审。好，他们就把这2个狼和辟暑2人带到这金兵府。带到金兵府之后呢，这孙悟空也说啊，孙悟空也是这个意思。孙悟空说，你必须把他让金兵府的人，对吧？老百姓看一看，你给谁磕头呢？你给谁上香？给谁添油？是3个妖怪，不是佛祖，对吧？要让这个金兵府的老百姓看到真相。猪八戒也是这意思，猪八戒要去金兵府去公审这俩犀牛精。所以到了这个金兵府之后啊，结果还没公审啊，这猪八戒拿出戒刀啊，一刀一个，把2个犀牛精脑袋就砍下来了，没有公审。砍完之后，把他犀牛角给他割下来，3个犀牛精，一共是6个犀牛角。孙悟空啊说把4个犀牛角送给那个玉帝，1个犀牛角呢送给佛祖如来，还有一个犀牛角放在金兵府。
放在金兵府干什么呢？就作为一个证据啊，作为一个那个象征，金兵府的老百姓不要再给这个去交什么5万块钱、5万两黄金什么每年啊这么多油了。然后这个事情呢，不就过去了吗？这妖也被杀了，对吧？皮也剥了，肉也吃了。你犀牛角，猪八戒说犀牛角很值钱啊。然后猪八戒抢了那么多，在那洞里搜刮了那么多东西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把这东西就送给大街上，送给那些什么老百姓啊，就捐出去了，大概这意思啊。把它发一发，把那妖怪的攒的那宝贝啊，全给金兵府的人啊，就这么个事啊。这故事就结束了。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呢？对吧？这里面好多蹊跷的地方，蹊跷啊，就是有很多人说啊，因为《西游记》给我们感觉就是没有后台的妖怪死得惨，对吧？有后台的妖怪，领导的司机，对吧？都是最后都被领导叫回去了。这里面这句讽刺的是，这个奎木狼本人，对吧？他以前在那个什么，把人家是什么国啊？高粱国还是什么国，对吧？那公主啊，给人抢了，对不对？把人霸占了13年，然后孙悟空也跟他打，对不对？最后被玉帝叫回去，玉帝叫回去干啥？让他在那个太上老君那儿，对吧？烧炉子，这算惩罚。唐僧整个取经过程就14年，地上14年，天上就是14天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奎木狼啊，他惩罚都不到2礼拜，就在那个太上老君那儿2天烧炉子，对吧？你这不就象征性的处理一下吗？你看现在又光复原职，对吧？这又是对吧？让他去降妖除魔，玉帝对不对？奎木狼本人就是妖怪，这不是就是去干坏事的，对吧？他都没事。这3个犀牛精干了什么事呢？所以犀牛精脑袋被砍掉了，对吧？一个是被那个井木案给咬死了，脖子咬断，开始啃了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那2个是被猪八戒把脑袋砍掉，所以这是讽刺啊！就是大家都说这个3个这个犀牛精啊死得很惨，确实是这样的。这《西游记》里面就是这样，这个3个犀牛精吃白了，死的是最惨。就是他干了什么坏事呢？大家想一想，犀牛精干了什么坏事呢？本质他没干坏事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假扮佛祖，对吧？他自己收钱收不着，你知道吧？估计啊，人家老百姓不相信他，他自己假扮佛祖，老百姓相信了，然后我给他进贡那个灯油啊，他就把那灯油把他们给那是假扮佛祖吗？把灯油拿走了，不是？但是作为交换啊，作为交换，人家保佑那个地方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哎，对吧？你们愿意给5万两这个给这么多，就是1500斤那个素货油？你愿意的，完了之后你的换来的就是你这儿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而且每次油如果没拿的话，但你老百姓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就感觉今年要灾荒了，佛爷对吧？佛爷大王没收这个油，老百姓人心惶惶，哎，收了这个油，老百姓就高兴了，觉得今年没事了。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平衡，对吧？这是个系统，不挺好的吗？孙悟空多管闲事，把人杀了干啥呢？猪八戒一刀把人砍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他也不吃人，没有说这个妖怪吃人嘛，在那儿哗，你看看。如来的舅舅大鹏金翅，对不对？把一个石头国的人给吃完了，对不对？也没事啊。这3个妖怪在这干了啥坏事呢？无非就是人家凭本事吃饭，是吧？打着如来的旗号而已。所以他非常冤嘛，死的最冤，就这3人。